自覺如玩 UNO， 牌多即係贏。美以伊戰事陷入僵局，正面軍事對抗難以為繼，談判亦始終無法達成共識。就算係關鍵嘅霍爾木茲海峽仲有零星炮火，但美伊博弈嘅主戰場早就由線下戰場轉移到社交媒體，開啟全天候線上輿論交鋒。呢場實力差距懸殊嘅非對稱較量，本質上係一場心理博弈。伊朗立場越嚟越強硬，盡顯直面施壓嘅反抗底氣。反觀美國，愈係高調對外叫囂，愈能夠凸顯佢內心嘅底氣不足同戰略心虛。近日，特朗普喺社交平台發佈一張 AI 合成圖片，畫面中佢手持多張 UNO 萬能牌，貼文配文寫住 I have all the cards， 意思即係我手握所有牌。一直以嚟，特朗普都信奉籌碼越多優勢越大，習慣用堆砌實力嘅方式彰顯掌控力，試圖以此鞏固自身強勢形象。然而呢番刻意炫耀，好快就淪為全網笑柄。識玩 UNO 規則嘅人都清楚，呢款遊戲嘅取勝關鍵係率先出完手牌，手牌越少就離勝利越近，囤積大量卡牌只會陷入被動失分嘅困境。特朗普無視基礎規則，盲目造勢，即刻就遭到網民調侃同嘲諷。面對美方嘅全力施壓，伊朗順勢發布配圖反擊。伊朗使領館隨即喺社交媒體上傳一張手持 UNO 卡嘅照片，並話冇錯，我哋的確擁有較少牌，但就手持3張 draw 4牌及1張禁止功能牌，能夠完全限制特朗普操作，並且迫使對方不斷增加手牌，精準戳破美方嘅自大幻想。呢場趣味十足嘅卡牌對決，從一個側面反映咗美伊博弈嘅真實寫照。特朗普向來無視規則，蠻橫行事，動輒加徵關稅，干涉他國內政，睇落手握大把底牌，實質全部都係難以化解嘅累贅。長期深陷中東局勢，巨額軍費開支，無解嘅外交難題，隨時爆發嘅地緣風險，都成為甩唔掉嘅包袱。一味堆砌籌碼，從來都唔係取勝嘅關鍵。特朗普手中嘅萬能牌再多，都抵擋唔住不斷疊加嘅現實壓力。可能點樣將手中嘅實力牌盡快打出，先至係取勝嘅關鍵。